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。福起来咧，我是综艺圈阿群妹，耶！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又做到了生东西了。古上吼，大家看我拿点两句同词的，点爱今日爱生嘛干嘛？帮大家同一下。唔係西洋式的哦，係東方顏色的哦。韓國本大家一記嘅提示吼，伊個係當接係食豆腐花嘅時節會放，韓國另外伊個係食小仙草嘅時節會放，有想到冇？今日阿群妹愛食嘅係烏尾鹽，韓國番薯鹽。不過今日愛食嘅口味啊，冇共樣哦，係各自口味，韓國有神槍專利哦。故事節目當中，以下就來細細嘅夾分享今日節目地度邀請到嘅來賓，先來分享做下各自委員嘅阿苗分享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蔣豐苗阿苗，我係芋圓有專利，謝謝。好，分享安尼阿苗來到節目當中，另外一位來賓係同佢共下合作，係中亞火龍果嘅青年農民，分享總太哥分享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係苗栗三萬青農張國恩。好，歡迎兩位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哦，還帶來按道貴族嘅黏黏無共樣嘅委鹽番薯鹽，還閣有其他口味哦。先請阿苗同大家來紹介一下，因為我看到有乜嘅吊菜色啦，還閣應該係烏嘅色啦、烏色啦、綠色啦、紅色啦，其實有咁多色，同大家來紹介一下，你到一下目前為止有嘅口味有幾多種？目前我的芋圓總共有研發7種口味，7種，對，分別是黑芝麻，哦，還有紫地瓜，還有地瓜，還有芋頭部位，火龍果蔓越莓圓。哦，火龍果蔓越莓圓。還有比較特殊的就是百香果跟抹茶巧克力。哦，這7種。故說一切都有啲嘅研發，新的口味，新的口味又出來。一開始來研發的就係呀火龍果、蔓越莓，也咩係有神槍專利嘅。這樣子，談講你神槍嘅專利，咩同配音神槍嘅專利冇嘛該共用？是，對，它是什麼樣的專利？我們申請的是新型式專利。哦，新型式專利，個意思係嘛該？它是我們主要是申請食品的結構。哦，對，我們是結構。對，就是我們是用火龍果跟蔓越莓這兩種不同的食材做結合的。哦，古時候亞迪路室內的火龍果同蔓越莓哦，給阿群妹一下就來吃吃看啊！我先咬一半。好。真嘅呢，佢地路係有個蔓越莓到地步誒，韓國老婆係 QQ 嘅感覺。唔過你有冇想過講愛老呀？火龍果同蔓越莓用下來做結合吧？剛開始是這樣子的，我的火龍果起初火龍果就只有單火龍果而已，然後我們原本想說芋圓嘛，就想要做比較特殊一點，因為我本身學設計的，那我老婆本身是學餐飲的，哦，然後我們也想到說，他趕緊有做啲紅色咧，這種可能是做扮演的時節，對，我用紅色色素，對，紅色色素。那我們想說，因為我們是純天然的，我們就不想用色素，然後我們也有想過用紅橘，可是它的米頭味道比較重啊，有些人不喜歡，走馬那種有點像酒味的那種感覺，而且它做起來顏色也是不是很好看，就是有點鈍鈍的，然後。有一天啊，那就食火龍果，食到那個手啊都瘋瘋的安呢，然後想說，好像可以用火龍果加入我們的芋圓下去做，然後我就請我老婆就試做，沒想到一做，成效還不錯，那就請隔壁鄰舍啊，我看您食空空安呢，他們吃下去覺得蒙蒙好食，因為看顏色看起來就吃到東西呢，因為它很漂亮，有點像桃紅色按樣嘅色母。故說你不用到問地度，唔管放嘛個甜湯還是放嘛個牛奶啊，其實看起來都很漂亮。東西顏色，故說一開始係火龍果，那蔓越莓又會做嘛個會加落去？蔓越莓是因為有客人跟我們反映說，我們的火龍果味鹽不錯吃，可是就少了一個
水果的味道啊，因为火龙果其实吃起来就是有一点淡淡的甜味，跟一点点特殊的那个酸酸火龙果的味道，而且外加就是用热水煮过之后，它的维他命 C 会流失掉，所以它味道更淡，又含咖糖。对，颜色是有，可是味道就没有。对。然后都后安，我的老婆刚好就怀孕，在吃蔓越莓。对，那我就想说，可以把蔓越莓放入火龙果里面。这样子，没想到我老婆也就下去试下去哦，吃起来哦，惊为天人，很好吃哎。然后甲巴林沙啊石头啊，就说哦，冻红色。对，韩国人看亚底度，你黑宝蔓越莓的果干吗？对，蔓越莓果干。而且果干再吃下去，那个因为蔓越莓的果皮它本身给提心的关系，所以还有一些类按的脆的感觉，脆脆的感觉，所以它会形成2种口感，外面是 QQ 的，对，然后里面是脆脆的，然后高嘎底部一个酸咬跟蔓越莓的味道，所以它的滋味就变得非常好。对。很特别，非常的好吃。古时候亚洲黑牙的有7个研发嘞，新型专利就是这样子的。对，然后就是因为寄从公都这很特殊的口味，市面上也没有看到，他就建议我们去看能不能申请专利。那我们就去申请，没想到申请就通过了这样子。哇，太强哎！古时候像按用新的语言啊，有好的想法，不过没有好的材料哦，所以我们今日就会请总太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哪个火龙果吼，你用会品质按好，你用会什么按讲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我哋亚主要係種植富貴紅品種啊，加嘅少部分有栽種大紅品種加營養價值當高又當好食。哦，古時候有2種品種，不過你一撒喺做副委員，韓國本代你講你係學設計，然後你有冇同張大哥2、3年熟識到？哦，是因為我們假日我都跑市集。哦，當時就有這個周芋圓這樣子。周芋圓對，然後就剛好我們也在找說盡量找當地苗栗的食材這樣子，然後我想說找一些無毒的，剛好張大哥有就種無毒的那個火龍果，他有驗證過，我們想說哦，正好跟我們的理念相合。我們就找他一起做配合，這樣子。對，古時候應該是上到紅色，要這樣紅色的食材就上到總太高。跟總太高，你繼續同大家來紹介一下，你有2種口味，2種口味，一種係大紅，一種係富貴紅。跟2種嘅差別喺哪一邊，同大家講一下。富貴紅老大紅，2種全部係紅肉市場嘅主流品種啊。哦，青島人種嘅就錯嘅。大紅嘅品種吼，佢對氣候很敏感。你像熱天7、8月凍熱嚟㗎，佢就會有熱障礙，你就會加強蔬果。大紅就會從亞種。炎炎呢？對。哦，炎炎呢？加強蔬果，佢高長會大。哦。不過佢掛果期採收期多嘅，你做較慢啲摘，因為佢較唔會裂果。富貴紅的話，吼，佢對環境氣候就無安敏感啦，佢生長勢沒較強，所以佢熱障礙就無安影響無安嚴重。不過佢採收期多嘅呢，就會摘，佢皮較薄，較容易裂果。哦。那係田間管理做得好，要2種品種全部當好是有特殊的果香味啊！真嘅，韓國因為我知道紅肉嘅火龍果啊，食起來當甜，比白色嘅米絲還較重。營養價值咩高？對，營養價值咩較高。唔過同大家來講一下，你黑淡淡種哪一種較多？哎呀，主要係種富貴紅品種，富貴紅，佢營養價值高又當好食。哦。還有少部分栽種係雙色品種啊。雙色，雙色，也有糖唔錯嘛？嘅芒色糖果有雙色的火龍果誒，顏色同繽紛，也紅白漸層，食起來口感較脆。哇，像夏天絲糖紅看到誒，又帶有荔枝香氣。荔枝？對，有荔枝的香氣。真的呀，㗎？唔過佢種起來較費工，佢不得開發係㗎，你要做人工授粉的動作啊。哇！所以一般市面上嘅那農民，他都做去買，他少到市面上看到嘅。
过也哈以前当人去甲乌卡咩多少的有种一丝丝嘞，小小的火龙果，太可能看到淡淡就是那一种哈多人种。哈多株是大红、某株富贵红，也两种品种。也两种哈多人种。哦，古时候其实啊，我平常时我乌卡其实没有种小小的一滴滴嘞火龙果啦，不过根本你看到状态个也专业种的真件系无穷用呀，太细了就看得出来无穷用。状态个嘅系大红跟富贵红的品种，全部就动态咧非常嘅品质好吼。古时候这样做的拿来做好色的味言呐，节目底度还有动动内容，爱同大家来小介绍，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哟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嗬，愛同大家來紹介有聲唱歌專利嘅味言咯。韓國阿群妹家下有實力呀，火龍果蔓越莓口味，真係非常好食，唔但唱嗬，也食目又醬，韓國地度包嘅啊又好食，唔過嗬，唔但唱愛有好嘅技術、好嘅想法，也好嘅材料咩當中嘅哦。家下咩唱到嗬，用狀態講同大家來分享其中火龍果嘅心得，也阿群妹妹來試試看呐呀，狀態講其中嘅火龍果，也就來試試看呐。這個是哪一種品種的？這個是富貴紅品種。這是富貴紅品種的，哇，要看起來色都凍漿，難怪這我們的阿苗會想到拿起來做這個顏料的部分。粉色的火龍果，其實起來就會甜蜜哈蟲，香蜜蜜哈蟲，它那個植物的香氣，非常的明顯，懂清楚。韓國人他其實懂人都懂好食火龍果，營養價值啊，它的營養價值有哪啲？同大家了解一下。有甜菜紅素啊，有個植物性纖維，膳食纖維啊，營養價值當豐富啊，呀，冇注意去想咪了。應該平常時啦，吃火龍果，應該聽你的那個馬桶裡面的成效就非常好啦，可以促進我們人體的代謝。阿群妹應該起家嘅感覺。故說唔但像按你呀火龍果愛種到凍後，都得同你張大哥強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你起家平常時種嘅方式係乜嘅？那樣主要係用草生栽培，含有無毒殘留來做管理啦。像我哋當年產季結束過後，12月那我用有機製材波爾多魚來做一擺清源殺菌嘅動作。有機嘅，有機種法用嘅東西。到明年4月份開春嚟㗎，那個做一擺殺蟲殺菌嘅動作。咩係強用係用有機農法？也就唔係有機嘅。到5月到11月份那就開花結果期，那就。我看到人菜園地度、人果園地度有土嘅哦。係啊，嘅野生環境當到啊樣嘅動物啊樣嘅。哇，嗰時候就表示人嘅吃鹽嘅環境維護到當天然嘅狀態。像我哋5月份到11月份以開花結果期哦，那就全程套袋用。蟲害就用費洛蒙引劑來防治。就係個黃黃葡萄乾的紅色那個嗎？還有吊罐用吸引劑把它集中蟲害集中。因為蟲會批到個蜜土會本佢上高去。對。之前去中興大學上課，嗰個蔡教授大白就會講，沒有生態就沒有農業。佢動腦引用除臭劑啊。像佢要去田間診斷嘛，採集資料，佢嘅看到人田方有用除臭劑，佢就唔會落去嘅啊。真的啊，咁。像我哋之前當然會送新大洲農藥殘留檢驗。自家送，自主送驗。對，自主送驗。今年我哋3萬農會總主任出來協助我哋做申請嘅產銷履歷 QR code 申辦。變到說海拜主要由政府公部門來隨時隨機來抽樣取驗。佢會冇聽抽時間來。對，
哎呀，对于消费者来讲，较好，较无争议，说你免较安心啦。因为假使讲迄农民去甲送验，爱正经爱讲，要做在讲，你就偷鸦片、鸦头书诶，冇用农药鸦去送验就好。有等以为香港的那些刻意留过，然后由政府公部门呢随时随机来抽检，做冇安样的问题的。真嘅，古时候就係政府農費本意做得消費者做得新音，對不對？做得下新音。古時候除咗呀火龍果之外，還有多種口味，阿苗呀哈細細嘅嘅來同大家來了解一下。呀，黃色咧，先對呀黃色咧開始說。的黃色咧是那個苗栗後龍的地瓜，後龍的地瓜，因為我第一講吼，其實呀番薯有多種品種，還很多個號碼。對，我們是用台農66號。66號，中馬跟 ATP 限66號。因為它的顏色比較黃，而且它甜度也比較高，然後比較粉，做起來也比較好做，它味道很濃厚。真的耶，唔單槍。Q2 非常好，咬落去，那不會有一些嚟煮到軟，不過底部心還是 QQ 的。韓國一切話係我就懂清楚吃到也係番薯嘅味道，懂香。韓國講個聖木，看起來是有一點金黃色的感覺，金黃色咧，更因為現在講要用呀苗栗後龍嘅番薯來做。哦，因為苗栗後龍就是它有三寶，就是番薯，那個地瓜，然後那個花生，還有西瓜。然後我想說，拄好呢，夾到恁嫂就送來番薯啦，然後就說時空嘛，安尼做味啊，安尼，做起來那個顏色也很漂亮，對，吃起來口感真的不錯。想說好，那就用這種在地食材，也符合現在環保意識，就是節能減碳，減少食物的那個旅程，減少碳足跡這樣子。然後嘎巴林嫂就有種番薯，那如果我們需要做的話，就打電話給他，他馬上就送過來這樣子。跟因為像你偷種泰國嘅火龍果，你就第一講佢係無毒的，佢係有松葉咩是沒有農藥殘留的。對。跟像呀番薯，你要用嚟去確定講佢種嘅安全嗎？我們會去看他們種植的。像有一個小農，他比較特殊，就是他會留一條番薯，他們是種那個日本栗子地瓜，特別給那些老鼠吃，安呢。哇！那老鼠吃了就不會吃它要賣的其他品種的番薯，這樣子。東京呢？犧牲一小條的種的地瓜，對，換取一大片的地瓜量。多少露出來全部就不會吸種去吃那一條嗎？因為日本栗子地瓜甜度更甜，那個它甜度很甜，很好吃。對，然後就是它就犧牲這一條這樣子。姑嫂，佢係槍中一條日本栗子地瓜，對，然後其他都是種可能66號。66號，對，就是犧牲。其實老鼠也是真的很聰明的，真的。原來係按呢，佢就種一條栗子地瓜，按哪個品種全部聞到出色，聽聽。對。原來係按呢，姑嫂露出動靜就會槍頭嘅調色。對。原來係按呢，姑嫂吼真經愛批發一下台灣嘅農民真經動向，唔單槍吼有種出一品質按好嘅黃色66號的番薯，其實還有呀。東江給雕出來是呀，咩係番薯錯嗎？對，紫地瓜。這看起來很漂亮哎，很夢幻的顏色哎。這也是，拄好呢，夾到你啥嘛送來番薯啊，這紫地瓜。那就想到做可能呢，做起來顏色很漂亮，然後口感也是可以。很漂亮。那我想說，剛好就是，反正。想說要別於傳統，然後想說剛好就可以做紫地瓜這樣子，然後顏色漂亮，然後什麼捆都
很喜欢这样子。网美现在都很喜欢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颜色非常的缤纷，韩国口感色起来又同家哈黄色这个66号地瓜的口感不太一样哎，因为俺香港全部都会敷盐啊，全部都乌味盐、番薯盐啊，全部都加混做的，可能色起来口感会差不多。但是用不同种材料，其实吃起来的口感都不太一样。对，古手呀，雕出色这个紫色的番薯，这谭龙是谭龙73号。73号，其实起来有一种特有紫色地瓜它的香味，对，有一种粉香的感觉，同个黄色66号有一些些的无共用。韩国沙下来，要同大家来小姐，另外一种雕出色，我们今天走渐层的颜色概念。哎呀，听抽就会不会演的，懂吗？哎，抽啊，真紧就会不会演，不这个是用苗栗公馆的芋头啦，因为其实我们苗栗公馆都是产芋头，它的品种是跟大甲的芋头品种是一样的，也是槟榔心的芋头。然后通常因为我们这是纯手工的，所以我们就会保留芋头的颗粒在里面。好香哦！真紧都好色，又色里都按那绵绵的，落个乌味都底杯，因为有的包到底度嘅乌味啊。有上时舌头会觉得它有点太硬，有点脆脆的感觉。不过你要给呀包到不会盐底度给不会亏啦，其实是起了很绵绵呢，是很绵密的。对，所以又是不一样的口感呀，就会凸显真口后味品种跟部位它的重要性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而且我们的配料也是，原始食材会下的比较重，这样子。原始食材会下的比较重。对，比例会比较多这样子。古时候就可能你不用给部位比粉它多，粉只是陪衬而已。对，没错。材料这些青葱油的东西，古时候一般像按用，唔讲係做乜嘅盐，而用嘅粉呢，大概係用哪一种粉？我们是用地瓜粉跟素薯粉。地瓜粉跟素薯粉两种去搭配混合，有比例上的混合这样子。比例上混合就會冇共用。韓國青米係用另外一種色咯。根本然後阿權妹就來同大家來分享吼，你唔單唱愛食當多種東西，還愛食當多用色，啊樣對身體上康健，也係嘛嘅口味嘅。黑芝麻。黑芝麻口味，不過底度一衝唔單唱黑芝麻聽聽哦。因為我們黑芝麻就是用市售的，我們去市面上買的黑芝麻跟白芝麻，回家用火炒安呢，就是增加它的芝麻香氣，然後用水果那個果菜汁機把它打成粉，然後加入我們的地瓜粉跟素薯粉這樣子混合下去挪這樣子。對，因為有炒過，一食落去就食到同香嘅味型。而且它是越咬味道越濃這樣子。對，見超見香。古時候大家做得來上課，然後假使去那邊做得食得到一碗，按甜鹽，韓國又按好食紫米按好嘅味嘅，嘅係用嘅感覺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過再來哦。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，我係中意佢阿權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吼，同大家來小見吼，伊咧當後生嘅我哋阿苗吼，佢作為當多種果子，作為亞烏嘅鹽、番薯鹽，有當多種新嘅口味，韓國有申請專利。剛剛阿權妹佢認識咧當多種好食嘅口味，唔過生下來還有韓芒色滾開嘅口味，愛同大家來小見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生下來小見乜嘅口味係韓芒同大家見面過誒。目前就是還有兩種口味，一個是百香果芋圓，百香果烏味鹽，烏味鹽，還有一個是抹茶巧克力。抹茶巧克力，糖起來係一種很日式嘅感覺，你要攞去做呀，你台灣傳統嘅小吃烏味鹽，按用全部用夾做腔下。對，就是創新這樣子。然後這個通常是冬天做燒的烏味鹽，安尼做燒的，係做燒的。裡邊咩腔樣有包愛，包巧克力，所以咬起來會有爆漿的感覺。巧克力。講燒的花咬下去會有爆漿的感覺。不過其實燒的人咧全部就做得食，按用一下眼水又係食人嘅，不過佢食起來，我
脑波含迄 Q 用迄 QQ 嘅感觉，然后底部又某 Q 用是绵密的巧克力。对，而且这个我们也称为成人版的芋圆。为什么要说它是成人版呢？因为巧克力吃起来就浮浮啊呢，神经呢可能不太喜欢。对。然后大人就觉得这个味道大人比较接受。可是这个巧克力的苦度，你要得会有透高嘅。嘿，对，我们原本我们刚开始是用纯黑巧克力，所以那个苦度会更大。然后我们想说，就慢慢的去调整，对，然后就选用70%的巧克力，最后是选70%的巧克力，也不能选太甜的，因为本身我们有雾桐水，然后它的甜度加上巧克力的话太甜，对，吃起来会腻。对，不过我吃到两个味盐啊，其实给做个态势非常的刚好。对，不管是圆的跟方的，其实这个大小也是很讲究，有的人做都太细了，对，没错，有的人又太大了。所以要辨识我们的芋圆没有包馅，就是圆的，就是有包东西的，那方的话就是用手工去切的，就是没有包东西的。然后我们特别会做比较大颗一点，对，然后大颗点的话，因为像我们的芋圆啊，就是煮完之后，勾淋水浪水，不能用冰水哦，要让水。让水做嘛该按呢？让它慢慢的温度降下来，它的 Q 度才会慢慢的出来。哦，黑咖是讲一下就不用冰水，可能会太硬。太硬啊，一直浸到小水又会太绵太老，会烂烂的。对，所以一定要让温度慢慢降下来，它才会 Q 度才会出来。哇！然后我们的会做比较大颗一点，然后放到冰箱里面的话，像有些外面市售的它。就放冰箱里面拿出来会硬硬的，中间会硬。对，那我们会做比较大颗一点，然后让它就放冰箱里面拿出来还是一样 QQ 的。真的呀？对，这我们就是有踹过，有去实验过这样。按你差不多，比如讲要1万后哎，煮后哎，按你不用冷哎，这样子放在冰箱里面，它的 Q 度还不错的口感可以维持多久？维持1天。1天哦。给冻久呢，因为冻这样的煮，那个不管是那个什么珍珠啊，还是芋圆，煮它就冻姜某给你就是它，对，黑公给你某是它给甜工一听说就不好吃了，对，没错。所以它这样子泡在糖水里也没有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！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有下去不断的去尝试研发这样子。真的还有用心去研发，漳州的有按用跟计算，其实这都是要很精准的测试的。对，没错。对，也是刚好是我老婆学餐饮的啦，她就是会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样。对，很细心。韩国撒下来啊，那我一种还蛮开发出还蛮公开的口味，是这个百香果，对，头开手口味的，拿到按用拿到说后，我就给批到跟百香果的酸酸香香的味系。因为它的味道很重，吃起来就光闻味道就很重了。然后它吃下去的话，咬下去就是百香果整个会在嘴里面爆开来，然后它会压过其他的芋圆的味道，所以我们就先暂时不推出。对，因为这个就剩不到其他东西跟蜜桃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的东西真的是纯天然的，没有放任何香料色素，所以其实越天然的东西就是慢慢咀嚼，让口中的热气让它慢慢味道让它出来，这样。好香哦，真的非常好吃。韩国冲呀百香果啊，你可以用呀果肉。对，我们就是去实冲买龟粒安呢，我们就是自己回家自己挖，把果肉挖出来，然后因为百香果的颗粒很硬。然后我们就用果汁机把它打碎。讲给引，对，黑抽豆会觉得太影响那个口感。对，那我们就把它打碎，像看到就是会有黑黑的，那就是百香果的那个种子。不是芝麻哦。不是芝麻，对，有些人会以为是西瓜，有些人会认为是小玉西瓜。所以我想这个是那个百香果，因为这个我们有拿给 Gabrielina 狗了，他们也觉得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而且真的各种颜色就有了，而且还有渐层，看。规本就总体就像演奏风，给我们享用这么的缤纷，这么漂亮，而且这么好吃。对。不过吼，我想迄上好来问一下亮啥，其实亮啥笨蛋都有简单的工作，压它喊黑，故说压黑煎2份菜就是了。对。亮啥人都会按用。哦，这种太讲，我想请问本身去做乜嘅条路？哦，园区工作啊。哦，这多辛苦呢！很做的啦。这下班以后还爱做农事、做田生。系啊，做下班当日把2、3点钟到田方做管理啊。哇！
迄讲有时咧较无限的，加像爱蔬果、套袋啊、采果的吧。我爸爸、我太太如果来人的天数啊。哦，佮有冇想到讲，因为平常时做生意都无限，有冇想到讲还爱再个种野的火龙果？我爸爸今年75岁啦，我头摆细细个，佮田方去种水稻，还有甘咩有茶叶啦。佮是农业无机械化，佮做久的全部靠人工，做久的就后遗症。我爸爸10年前就两只脚就膝关节退化，所以个田里比较粗重的生意就无办法做，其实田方就盼休耕啊。他把专业看到个臭的安虫，就觉得很可惜啊。对。刚好一次机会，那去中兴大学上个农业大讲堂的课程，那个老师在介绍现在新兴水果，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就是红龙果，就选择它来栽种。我让爸爸讲爸爸没懂法，其实细细就无马多天数，有没想到讲我来天数做种农？系啊，其实像先本来求田是做的啦，我是想既然要做的，我就要改变他以前那种老农想法，他们那种惯性农法的做法，所以我上课转来的资料，我就要留去分享，比如讲像留去讲草生栽培好处啊，做的涵养水分啊。植物老人穷用啊，强烟要强人，像热天的家吼，你有草皮保护吼，其太阳就唔会直射嘅土壤，系就唔会影响日根系发展。像旱天的家，寒流来家，基础做的老唔保暖啊。就像一两皮用诶，然后简单轻松要像下大雨的家吼。它草根作等嘅土壤，其实唔会造成你土壤流失啊。故说按用嘅方式吼，就不能种太高，想要转都不卡，继续老雅田地，让它继续的这样源源不绝继续种东西。那就一点一滴慢慢改变我爸爸的想法哟。对，给阿苗呢？阿苗你自己其实本来没有投入。我也是在园区工作，然后我的工作是就是比较正常，就是1到5这样子。那假日就比较空闲，所以那时候就要开始做胃炎，做胃炎。这也是个机缘呐，因为我想说跟老婆就是太太就想说，我们想要创业，然后没做工都走实嘞，才比较有机会啦。对，因为聪明人嘛是走实嘞，所以我太太就是对于吃这个方面比较研究。拄好有卡就用你。本来饭酥，还有芋头这样子，然后我想说，不然我们就来做做看。对。然后我想说做这个话，因为我小时候有试过阿婆啦，因为杠天在狗窝的时候，阿婆就有在做饭酥，做饭酥烟，加啲线稠，还有啲米气木安尼做点心，点心分给工人吃。然后小时候就吃到，就这味道真的很喜欢，因为很怀念的味道。对，很怀念，因为小时候。那个阿爸阿妹就是禁止我们喝饮料，对。嗰时候难得有按用甜甜的东西好食，也还没想要来同大家分享。唐讲汉白还有其他的规划。对，我们就是目前就是我们想说，我们也是不断在研发其他口味了，因为我们想要用在地的食材，像苗栗其实水果很多，食材也很多，像柑嘛，像这个橘子啊，或者香蕉，公仔哦，其实有当多水果，没想要来做其他种无共用嘅，按用嘅胃炎、番薯炎，甚至有可能会开店同大家来见面哦。嗰时候今日节目当中，什么阿苗、什么总太哥带来暗好色的东西，同阿群妹来分享哦，什么也得，谢谢。安子谁？没什么各位电视机条前观众朋友，为收看休息一下，等下看下来运通了。